新疆维吾尔族过去的10年生活在相对空虚的状态，他怕说话，他担心就是可能被随意逮捕，这种压力是直接的。比方说，不断的查维吾尔族住的房子或者住的酒店，那么而且逼这些酒店和这个房东限期腾出房子，不要给新疆人租房子。而且我在微信、微博看到了一些跟往年也是一样，不知道谁散发的谣言，新疆人在内地通过哈密瓜来传播一种疾病。新疆的这种维吾尔族不满呢，是全面的，宗教的、语言的、文化的政策，包括城市改造。你说喀什老城有我们的文化，对吧？没了。这样很多城市都在发生，包括就业政策，包括干部评的政策，包括这个护照政策，包括对服装，你看服装的干涉政策，包括朝觐政策。那么对维吾尔族的这种歧视和排挤是很系统的，而且是政府带头。双语教育，维吾尔没有不同的看法，我也是早前支持，但是问题是新疆维吾尔反对的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新疆所谓的双语教育是汉族教育，它没有维吾尔人，所以现在维吾尔族的教育质量越来越下降。名字是双语教育，但实际上不是双语教育，所以很多维吾尔族孩子维吾尔语不懂，汉语也不懂。反恐问题扩大化，以反恐的名义掩盖其他矛盾，包括地方政府自己的无能，包括维稳部门的无能，它转移矛盾。其实新疆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反恐问题，也不是恐怖主义问题，新疆的主要矛盾是权力问题，权力的不平等，权力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控制。教育质量在下降，那么所谓的这种优惠政策，的确，维吾尔人允许生2胎和3胎，而新疆的汉也是，它实行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它也可以生2胎，而对少数这种政策，不只是对维吾尔人，对中国的所有的少数民族。那么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这也是优惠政策。那么我们实行不实行政策？作为自治区，作为一个民族，根据我们的情况，我们定。我们的人口基数比较小，到现在已经维吾尔人人口基数才1000万，而且80%多的人在农村。
那么其实维吾尔族的这个宗教信仰和共产党的无神论是矛盾的。那么压力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所以维吾尔人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就跟汉族一样。但是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我们的宗教的这种管控那么严厉。我在新疆看到的是什么？他越压制宗教，那么维吾尔人越来越保护自己的宗教，用一种被动的方式防御。他越不让维吾尔人留胡子，维吾尔人就留胡子；越不让维吾尔人戴头巾，他就戴头巾；越不让维吾尔族用自己的语言，维吾尔族越重视自己的语言。我不认为政府再增加军力、武力、维稳的力量，能够保证他不受到公共场所，包括政府目标，他不能保证受到袭击。这个袭击不一定来自维吾尔族，对不对？关键的问题是政府得要反思反省，跟老百姓，无论是维吾尔族还是汉族，怎么样打交道，怎么样尊重老百姓，要尊重民意，尊重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我在新疆看到的是什么？他越压制宗教，那么维吾尔人越来越保护自己的宗教。要是政府不改变对新疆的政策，那么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可能选择跟政府对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这个时候，要是政府再一味的用强力军事的力量对付维吾尔族，我不认为维吾尔族的任何抗争是可能。